天涯，告白书也是好重要。爱勿脚也是古话长退役，上回关键就将讲团呀，让我本人开本讲团呀。大西马都一条无字眼，爱到冬夏高空来摘呀。美浓山下摘到几个山下，爱做爱呀，好吹舌头，阿妹报嘅合作帮白妹讲嘅想法。慢数来叫几多，上悲哀引流中火，爱捉唔落要睡唔到，火风里事见来见人做，火风里事见来见人做。每天过一行，总的，万一不然把麻烦给了我。用干啥？干啥？用干啥？做唔得，来跌落去。
母啊，毛毛你是要甲我惊死哦？你还袂甲我讲的啊？这下嘛你要去倒？无啊，哪有啊？无？啊无这是啥哈？这又讲是啥？我甲你讲哦，这台摆我拢有在甲你注意啊。你甲我讲，你是不是？你是不是？阿母，喂，安尼两次啊，去啊来做嘛咯？有咧，我那唔可以，你下叫係冇？但冇力量诶，去啊来做嘛嘅？你天赋也唔開。无啦，无啥事情啦。当然太硬的很硬好吹呢。好哩，啊你无看外口风浪遐尼大，你出去要创啥？赶紧入去内底困。你唔知你阿母会烦恼心，你甲我管。你，好你吧，你别安尼无大无小哦。我就看风台愈来愈大啊，总是有人爱去顺一下啊。哦，水饺嘛唔知有踢着无？我真想要看卖啊嘛。这个代志哦，别你囡仔人烦恼啦，阮大人会处理啦。手电啊，互我。阿母唔免啦，我唔是囡仔，我去就好啦。你等去顾店啦。我讲话你是无听哟啊！册就读袂好势啊，穿什么水饺啊？摕来啦！我就是要去啦。好话啦，莫咧吵的啦。你咧每人家嘅拢要烟台呢？咱3个摆下要吹青春桥的啊，你啊传出去咁堂底。好话啦，来落去啦。落暗太热无去啦，电视较洗着的吼，要出去。无关系啦，太好，你每人家伊就要按好念啦。哎呦，好咧，较洗着的哈。开始啦。啊，你搁惦惦徛伫遮创啥哈？你莫叫时讲你变什么棒，我唔知哦啊！你家入去啦，今仔代志哦，就煞煞去，你倒位拢唔准去，入去啊！美丽，等我来救你啦！美丽，等我，美丽，等我哦！要行嘅，慢慢行多。屋里面個多誒，美麗應該冇事情。美麗，點解？怪诶，阿发现奶喏，因为伊无冲用。出水站无报太水，运动无问题，张错。
美丽，阿发，怎么是你啊？我怕抽水站淹水，所以赶快来看你。你没事吧？你来了就好啦。你一定很害怕吧？你怎么湿成这样啊？我刚刚在路上跌倒了啦。快点把衣服脱下来啊，不然就感冒了。啊？用这披着。那你拿高一点啦。拿好哦。好了。美丽。谢谢你哦。谢什么啊？应该是我要谢谢你才对啊！这么大的风雨还来看我。哎，美丽。那是怎么回事啊？手电筒没电啦，我就点蜡烛，就吹倒了，差点烧起来，吓死我！都说不好，知道台风要来，应该多买一些电池啊。哎，那个给我什么？裤子啊！不好吧？你把床单弄湿了啦，快点脱下来啊！哦，那你先转过去啦。哦，不要转过来哦。好，好了没啊？还没啦，等一下哦，不要转过来哦。啊！好了。怎么弄得这么湿啊？哎，你头发还湿的哎。谢谢。你怎么敢出来啊？我怕你爸妈发现啊。我趁我爸妈睡着，甩头跑出来啊。那你等一下还回去啊？不要怕，不要怕，只是闪电而已啦，不要怕。好像有你在，就没那么可怕了。那我等雨小一点再回去好了。这个雨，我看这雨还会再下一阵子吧。小心！不好意思。你要不要喝一点水啊？好啊。谢谢。
像小一点了。阿发，你今天晚上能不能留下来陪我啊？我一个人好怕哦。阿发，求求你嘛。看样子应该没事。天亮了。糟糕！怎么啦？我要赶快回家，要不然被我爸妈发现就完蛋了啦。哎，等一下！啊？你的语音。哦。哎，等，还有手电筒。哦。美丽，我下午再来看你。只有伊奈了哈？我后摆困太睡啦。困太岁，困几暗？无啦，我甲风床养起啦。困到上不就尸体了哈？哎，吼，4点就就封起来哦。
看到叶凤元天赋无关诶，我就想讲啊，干关系，就看到伊无底安尼啊。哎吼，一直臭对也等我，我讲嘛，伊呢？冇咁闷的啦。吼，真嘅以后有无枪法呀？再唔讲啊，就去同阿爸讲啊。好啦好啦，行讲啊，你对我吹马把去哪啊？好啦，还讲就黑啊，就我把陈美丽救出来了，但是我怕三弄还有那些保镖会到她家还有车站抓人，所以让她在这边躲几天。哎，你可千万别说出去哦。我惊啊哈！你同夫人哦，真嘅乱来人嘅。故事上地位啦。看哦，有件事情哦，我跟你就去报警啊！啊，洋葱嘅事情哦，一定要去报警啊！做唔得啦！安尼我去夫人嘅妈本警察领走啦。慢讲也要做呀，种坏事啊！唔会啦，姐，你只能报警，我就自杀咯。讲紧嘛去翻哦哈！来讲真的啦，阿姐，我求你啦，哎呀，唔相信我啦，我哋要把事情处理好的啦。唔讲，你去做咩啊？唔是上班上课诶？哦，我红床的啦。我一下就喊你哦。我看哦，你呢啊，嫁跟你送走啊！夫人，大人还沟通呢。哎。哎，不用拐杖了。差不多如好的啊。哦，手口有所寒灵哦。夫人，干嘛啦？哎，我跟你说，美丽啊，走。他妈的，我辛苦救人是让你欺负了。不点了，你打我干嘛？就打你了。哎，我开口越冬梅了。算什么人啊？真的假的？在人之危，我哪有在人之危啊？这个啊，没有了。你讲不承认，占这种便宜算什么好啊？欠那个等脸的这种气，便宜，神经病！哎，法师死去了。还不承认？占便宜，我哪占谁便宜啊？哦，你是说陈美丽啊？你还不承认？承认什么？在秋水站都看到，看到什么？不知道事情不要乱讲了。你还不承认？没有像你这么肮脏啊！我就爱斗争，干嘛？后悔了！走了，干嘛呢？走了，后悔了，干掉哎！打什么架？你们吃太饱了吗？你们两位留下，其他同学进教室。夫人，我跟美丽，就昨天晚上啊，我担心河水涨起来，怕抽水站淹水，就去看美丽啊。结果不知道怎么样就睡到天亮了。那你是不是喜欢陈美丽？没有啦。那你呢？我看是你喜欢陈美丽吧，要不然怎么会像波点一样的打我？
我只是觉得他很可怜。对啊，像我表姐费珍珍，也是一样，一天到晚被人打，一点自由都没有。哦。那时候我也帮不了她，所以我现在特别想帮陈美丽啊。怎么回事啊？费珍珍人真的很好。莫小姐，莫小姐啊！唐光飞神出事情了，还能一次你，还一不一次啊？迄飞船事啊，老公。啊，你今天日本买钱吗？哎，唔伫哩。费珍珍痴心呢？费珍珍痴心呢？来使用啊，加问一下，日本钱用的啊？你快做笔了。你有此心吗呢？你送我烟叶。我四天无，唔好挨来滴啊！我安尼咯，你真有怪怪啊！我安尼咯。做是人有此人咯。市长就免认嘿，其实김수本来就该死啊！无哪啥讲，警察要的呢？哪有讲唔错诶？其实김수四天前后，四天前唔要打飞船这啦，他本来就该死，本来就都是。我再听大意啦。出来！飞船姐，飞船姐，闭嘴！飞船姐，飞船，飞船姐，莫把，飞船姐，飞船姐，飞船姐，那动作就会该窒息，那动作就会该窒息。费珍珍，那个时候如果我把费珍珍救出来，他也不会被打得遍体鳞伤，更不会有机会拿刀想跟对方同归于尽了。那后来呢？他被抓去关了吗？没有啊，后来法官看了证据，认为是自卫杀人，就判了缓刑。而且对方是大户人家，不想把事情闹大，所以就协议离婚了。原来人被逼急了，真的是会不顾一切。你没看到美丽在超市店里寻死寻活、疯狂打人的样子，就是看不下去，才想要救她出来的。所以无论如何，我们一定要救他出来。很大，很会打，还有够会打。哦，中山哥的行路哎，哎，老易啊，俺你大屌哎，活动一下筋骨。好嘞，我不用回去帮忙了，我们去大玩特玩了。哎，中央后行过蛮屌的呢。对啊，再拜咖你一辈子都追不到董美了啦。这莫乱讲法啦。哎，夫人央我乱讲嘞，唔敌哦。每一次独美啊，去槟榔滩那一边啊，吼，你不知道旁边有多少浮影，飞来飞去哦。哎呦，哎，乖了，你们两个刚刚才大打出手，现在又成为好兄弟，还一搭一场，你们两个在搞什么鬼啊？哎呀，没啦，行啦。哇，觉得还是有点怪。怪你的头啦！我看你还是早点回家啦，万一你娘又发现你爹去我家高官，还要离家出走喽。什么？我爹又去查事了，他答应我娘不要去的。难讲哦，超店的人来来去去，不就是那些人吗？也是啦，吼。哎，那这样好了啦，我们就去槟榔滩那边走一走啊。你呢，就去找你的董美，你呢，就去那边调查你爹爹，这样可不可以？好啊，来。来。
阿婆好，等下唔好。阿伟，阿妈妈嘅？秋秋根本就无来哦。冇呢，有事哈？哎，本来司机员。哦，好。系啊，我要买西瓜汽水哦。可以对，变上风啦。哦，变上好哦，这个汽水。啊，天公爷有限无？西瓜，行我同阿婆重点哦。这个好汽水哦。做嘛？真是而且还看天样哦。系啊。当然，唔好因伊大嘛，拢thường洗来吹饮料。洗妹，伊多洗呐，一留是本人他妈嘞。哦，好啦，知嘅啦。来，一本洗。阿婆娘做落诶，看唔到，你洗有请阿无请。好，阿婆来啦。那上海要买嘛嘅？唔是啦，唔是啦，总共几多钱啊？系啊系啊。 5元。5元哦。阿婆，落去哦。好3个人，我好好啊读书，唔好睇人，拍朋友要8元。哦。讲酒迄好啦好啦，阿婆落去的吼，那啲啊。哎，太过啊！怎么样？ 那什么都没有看到啊！啊？哎，南爹爹最近是不是真的常来啊？听保镖说还蛮常来的。啊！而且为了掩人耳目哦，通常都是下午这个时候来。是哦。他还娘发誓过的，如果没有看到他，我就变成这个爹爹了。哎呦，莫乱想啦！我清楚看到，别讲这些有的没有的啦。 哎，有人出来了呀！那你有没有？别动！阿叔，阿叔，你有冇去嗰種地方啊？咩地方？就嗰種地方啊，嗰種地方唔係全部係。樣係啦。 唔乜都依家種地方嘅，全部都係住過嘅吧？冇咧。其實啊，可以吹掉嘅人啊，大部分啊係失智啊、上網嘅人啊。睇佢廿八咪過去啊！依間5個人哦，那有乜嘅上網失智，過鬧嘢咯。唔講嗰隻外省人山東嘅嘛？係啊。嚟哦，多少了解哦？喺山東嘅心情啊，梗係哦，要假貴唔得，無奈何啦。係講你哦，我看見晚無天嘅啲嘢熟夢。阿叔，我昨天問你啲問題嘛？問題？咩問題？唔問啊？你做啲非常社會徛到嘅詞語，佢當時唔會某個人都救伊嘛？去做啲時候咯，我哋兩個人啊，做出困下招咯，我下邊用佢教人騙人啊。我哋哦，一個哦，一開補習班嘅啦，一個哦，要小學嘅先生啊，兩個人嘅想法啦，一定過得當幸福。係啊，媽唔啲非常之影響嘅呢，對佢반복以後，就冇伊嘅消息了哦。其實哈，我有想辦法去問過你啦，乜啲伊吼，都改山東嘅地位教書啊，媽媽事情過伊啊，不過伊無想去見我啦，講伊哦，可能透過嘅事情啊，全部都係唔記得啦，我皮個山東嘅小朋友啊，困下讀書拖到太啦。阿叔，唔過非常之乜嚟山東哦，我拄好啊。阿發啦，呀，冇總想嘅有嘅冇嘅啦，愛好好把握下，想愛做咩事情啊，
是尽心尽力加去做啦。怪多的事情哦，一旦错过了哦，鸳鸯后悔哦，是冇用啦。对吗？哦。阿叔走了。想要做嘛事情，尽心尽力加去做。吃水果。哦。阿妹哦，其实什么人送就忙哈？忙啊！我要同夫人参详一下，总唔得本菜点去看到啊。吼，伊个上也唔创的，遐件事情哦，迄做唔得讲笑的。万一吼，无去同遐先生讲啊，请夫人哥哦，赶紧送走。做唔得啦，绝对做唔得同先生讲啦。啊，你六啥生意做个上出马甲风范了哈？要有听到哈，台风又要来了，下摆哦，不管你讲嘛个啊，我就不准你半夜搁走出去。好啦好啦，阿姐，不过本来3年的时间啊，我同夫人安排一下，哪一天该送走。好啦，做唔得同先生讲啦。就按你讲了 ，OK？ 肯定爱跳啦，不管用啊，一天同来讲啊哈，做唔得七个还生意乱来，听到嘛？有啦有啦，阿姐，我今日看到阿叔了，叫归来冇？阿叔，无通妈讲嘞。啊，让不然啊，归来这个真风，又唔归屋，很奇怪哦。冇办法啦，阿公哦，伊看到伊哦就会欠啊，啊2-3年哦就会熊草啊。阿叔啊，应该无想要讲阿公熊草，真无想要归来。要三夫哦，我拿去洗啦，你给叔哦，看看来，就给他去甩毛，有听到吗？不说啊，阿叔会讲，要嫁鬼唔得，无奈何。之前啊，我一天做了一本美丽鬼屋。没准备啊！那怎么办？管他嘞！夫人，反正我有事情找妇林啊。妇林，这个3天之内要把陈美丽送走，要不然她叫我跟出面的说。3天？对啊，她说又有台风要来，我们再这样拖下去也不是办法啦。那就今天啊，晚上6点抽水站集合。抽水站？今天这样会不会太匆忙啊？择期不如撞日啊！你不是说有台风要来吗？更何况明天段考就考完了，阿威跟罗胖一定又吵着去猎鸟啊！你有什么理由不让他们去？对。可是那要怎么办啊？反正不能让他在美浓上车，熟人那么多，一定会被看到。我们先送他到旗山大客运，然后我再送他到高雄坐火车。你能一起来吗？高雄。可是我怕我晚上溜不出去。你就说考试快到了，要去同学家借讲义啊。我们还得弄个几百块，帮美丽买火车票。你要是不能来，至少要帮我弄到钱啊。哦，我应该可以跟我姐姐借钱啦。不过高雄这么远，我又不能去这么久。至少我可以送你们去旗山坐车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晚上抽水站见。哦。
阿姐，阿姐，阿姐，伢姐冇喺度卡，有咩事情啊？冇啦。哎呦，同富林約嘅時間太多嘅咧。阿姐，阿姐，阿姐哦！我寫嘿，剛剛冇喺度卡，喺台上做咩啊？做咩事啊？冇啦，我還有事情都冇伊來誒。伊同副營先生出去誒，俺補條唔會過來食飯啦。然後家裡洗漱，再兩個菜啊，做得出來哦。嘛嘅時間咪約費，樣樣約費。是，娘嘅，敢冇同富林講，也嘅計劃冇滅嘅。是我。下去再说。收拾一下东西，我们今天晚上送你回家。现在？就是现在。帮你带了点吃的，你看看你要带什么，赶快收拾一下，我们马上走。可是床单、被单，我都还没整理耶。这个你别管，收拾你要带的东西就好了，剩下的我跟阿发有空再来整理。那阿发他是不是不来了？他应该马上到了吧？谢谢。你是不是喜欢上阿发了？阿发他对我很好。那我呢？我也对你很好啊。那你有没有一点喜欢我？美丽，美丽，福林，你们都准备好了吧？天都快黑了，还以为你不来了。约好了，当然要来啊。美丽，
块，给你坐车够不够？不行啊，我怎么可以拿你的钱？你说什么傻话？没有钱你怎么回家？那我不要拿这么多。你是怎么搞的啦？多带一点钱在身上，万一路上遇到什么事也好应付啊。对，你可以买一些板条带回去啊。你以为在带观光团啊？钱你就收着。把钱收着啦。饭条加奶，爱加饭海，来带来希望饭条加奶，爱加饭海。